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苗栗三义乡这个木雕店里面，认识老板罗桂兴。从小跟着爸爸学雕刻，手艺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，身为客家人的他，决定要刻出客家精神，因此他发挥创意，制作出了台湾不倒蛋，象征客家先民不轻易被击倒的精神。一笔一画，细细雕刻，伴随的是淡淡的快木香。木雕店老板罗桂兴从小接触雕刻，手艺精湛。身为客家人的他，3年前开始思考如何将自身所学结合客家精神，包装成文创品行销出去。我做嘛来推动咧，较有特色咧，吼，做咧代表客家文化也好，也係講西洋嘅文化也好，雕刻嘅文化也好，也對人家嚟講非常嘅重要。但是做了3年嘅時間，佢開始見上我做乜我唔考慮當橋。後尾就想到，我將嘢掀落去，吼，就變材料，吼，來切下來，來攞出來，叫文路安講咧。台灣不倒蛋就此誕生，台灣造型的底盤，精細的雕刻出各個縣市地理位置。放入磁鐵的不倒容器，象徵客家先民越挫越勇的精神。轉開不倒蛋，裡頭還有驚喜，純天然的檜木精油散發陣陣香氣，或是也能放入牙籤等日常用品。通常是拿到一堆書的時間，可能拿要先把個隻亂的線，就用筆拿了先把個線。只是四四方方的檜木要制作成圆滚滚的雞蛋形狀，一開始用手工制作可是相當費工的。所以見到佢紋路就所以係，就講，拿一粒落眼用嚟燒佢清醬嘅紋路出來，一面一面慢慢磨制，完成一顆至少要2個小時。還好現在生產全面機械化，增加產量，還能在不倒蛋上加入漆器工藝，上頭印上銅花，更有客家氣息。也的產品都當落地方買到，包括特別的101，也買得到，也係講到全國的 OTOP 館，甚至高鐵的像烏日站也高雄站左營站也都總係買到的產品。台灣不倒蛋也在客委會的協助下，販售通路更廣，把台灣客家文化介紹給觀光客認識，更進一步推向國際。愛客家的心境賦予方陣檜木新樣貌，不放棄的堅持，形塑不倒蛋的新寓意。當一朵銅花飄然落下，客家的底蘊儼然跨越距離，讓國際看見感動時刻。